人，我就要管。我倒是要看看女人是咋管男人啊！你还有啥要说的？掌柜的，周满瑜是我的恩人，我不得不放他。你不用再说了，你已经对得起周满瑜了，可是你对不起黑龙潭的弟兄。你破坏了山规，你说想咋死？掌柜的，给个痛快！好，那就跳崖。掌柜的，跳崖的话，摔得鼻青脸肿，你还不如干脆给我一枪得了。你还是逼着我浪费一颗子弹啊！就看在我对黑龙潭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浪费了就浪费了吧。好。那你还有啥后事要交代的？我无牵无挂。哼，痛快！哎，掌柜的，你不能杀人！哎呀，闭嘴！他破坏了山规，你知道不？啥山规啊？狗娃都跟你说过了，周满瑜埋过他妈。夫人啊，这种事儿你最好还是不要插嘴。二掌柜说的对，我坏了山规，理当该死。大掌柜的，要让我交代的话，就好好对夫人，早日生个小刘和尚。这个后事交代的好，借你吉言，今天晚上我就让他给我怀上小刘和尚。你回去，走。和尚，你不能再杀人！哎呀，你还管得老杀人？你让我当压寨夫人，我就要管。我倒是要看看女人是咋管男人啊！我别的都管不了，我也懒得管你，但这件事儿我非管不可。啊！你滚！我管不了你杀人，但你也管不了我下山。你敢？站住！哎！再给老子往前走一步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哎！哎！狗娃，还不把夫人给我追回来！容了你！夫人，你别走啊！哎，胡子，哎，我还真让女人给管住了啊！哎，狗娃，还不跪下感谢夫人救命之恩呢？谢谢夫人的救命之恩。狗娃，夫人，您的大恩大德，狗娃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哎，彩霞，狗娃让咱俩生个小刘和尚，你听见了没有啊？啊！老爷，宋三边要出去咋办？张警察和孙警察他们有办法，但你要告诉他们，千万不能暴露。哎，等等，一旦有人和那个姓宋的接头，放走接头的人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彩霞，快着点儿，一会儿你就这么骑啊！快点！去啊！和尚，掌柜的，和尚，掌柜的，和尚，光辉，赶快去叫人呐！哎，和尚，你快醒一醒啊，和尚，和尚，你不能死了，二掌柜，大掌柜晕倒了！二掌柜，大掌柜晕倒了！你快醒一醒啊，和尚！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你呢。
想这样，我早就报答你。你不能死啊，和尚！来，买几手，买几手！快点！哎，我说，你们抓紧时间休息，别玩了。咱这车队后天准备出发啊！哎，宁管家，咱运的是啥货呀？哎呀，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老板也没跟我说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宁管家，那咱进秦岭走哪条道啊？从丰峪口进秦岭。我说啊，你们大伙儿都抓紧时间休息啊，别乱跑喽。好，大家都收拾了。陈胡子给你扎了几针，你就醒了。我真没想到，陈胡子的医术那么高明。这点伤对老子来说不算伤，老子照样活蹦乱跳的。哎呀，你当时都把我吓死了。这你就害怕了？来，把我扶起来。哎呀，当时我昏过去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对我说点啥呀？我说了。说啥了？我说让我赶紧死，对吧？不是。说不想做我的压寨夫人？也不是，我一直在叫你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咱没有说点别的？我说了呀，现在都忘了。忘了？哦，那我记得当时我昏昏沉沉的时候，我就梦见这个，我在黑龙潭游泳呢，我就听见龙王爷跟我说：“和尚，你不能死。你醒一醒啊！我还没报答你呢，我要早知道这样，我早就报答你了。”哎，你说我这是梦见的还是真的？我想龙王爷是不会骗人的，他要是骗人的话，那咱以后就不求他了。你没晕啊？老子要是晕过去了，能听见夫人这一片真心话吗？啊，说，啥时候报答我？我跟你说过了，随你。不死了？不死了。心甘情愿地跟我做压寨夫人？哎呀，我的彩霞呀！吹灯呢？吹啥灯呢？老子恨不得把房子都点着了，让弟兄们都来看呐！啊！哎呀，彩霞呀！哎。彩霞，你也要学会游泳啊！不，我都吓傻了，还学游泳呢？我不学游泳。哎，你非学不可。为啥？为啥？我让你看个东西。